那么我呢叫徐志辉，这个是你是闵行区这个闵行区新庄这个新庄小东街的反正。那么你现在这个地方就叫长寿新村。那么这个就是新庄啊老街里向反正。那么另外呢，我再讲讲就是讲我出生啦是新庄。新庄呢，你就是讲原来呢新庄呢有的东街、中街、西街，再有呢南街、北街。新庄呢就是个有的东街到西街呢，就两面两头呢有两条桥，东面呢叫东面回龙桥，西面呢叫西面的回龙桥，就两条桥。那么这个路呢有的从东到西，有的几里路上。那么南街呢相对讲比较短一点。那么就中街的这个从东街到西街呢，就是讲沿着这个房子旁边有一条湖，叫你讲新庄镇的石湖。这个石湖旁边呢，人家呢有的人家呢就是讲旁边有的水桥咯，可以洗衣裳咯、洗菜咯，一条半年也蛮大的、蛮清爽的，就是讲。那么你呢原来主要是老南街。老南街里向呢，搿里向呢就是讲，最少再往南面呢就是一个火车站，火车站南面呢就是这个就是种那个地。那么原来呢，老早我初三的辰光呢，就是讲从小出生初三的呢，你这个是种地了，挑么子咯，就是讲，譬如讲挑是粉要到地里向去浇粉啥是要跑几里路了。搿了人家讲就是讲这个，你这个镇浪向的这个农民是挑担粉是像人家忙青军一样，要走来路蛮长的，反正。那么后头来呢，就是我呢读书呢是小辰光呢读了新庄镇小，后头来呢搿辰光呢，你辣50年代了啥人个新庄搿辰光只有小学还没中学，中学呢你就考到七八去个。就是七八中学，搿能介呢，就是七八年你要走路要走1个多钟头了，就是一直往七八走。那么当时我是考的是全硕生，那么七八中学呢有的全硕生了、走读生这个分档。全硕生嘛就是讲全辣学堂里向，就1个礼拜回去一趟。那么平常辰光呢就吃了、睡了、睡了学堂里向。那么搿能介呢读书七八读了3年。3年之后呢，后头来屋里向比较苦恼。那么后头来到58年辰光呢，就是讲，当时是58年是人民公社化了。人民公社化之呢，就是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部介绍我到邮电局去工作。邮电局呢，当时呢就是做啥呢？做这个投递员，就是农村里向送信送报纸。那么搿辰光呢，道路也特别没啥现在面石路、柏油路，侪是农村里个小路，但是大一眼路呢，你称为像田园了啥路宽一眼，反正。那么特别是碰上风大雨了呢，这个农村投递员的这个工作也蛮苦恼的，反正。那么后头来呢，就是讲3年自然灾，国家就是60年开始。有3年自然灾，因为你是农村出来的人呢，早就觉了要回到农村去，那么搿了又回到生产队做啥嘛？生产队里呢，就是讲搿辰光农业里向是蛮苦恼的，要么日工，要么夜工，有辰光嘛要开早工。3个农忙季节里向就是做啥物事，做来是蛮苦恼的。那么到后头来呢，反正就是讲单位呢派我出去做到外头做外出工了啥？外出工呢就搿辰光是到这个梅陇一面这个叫红纹造纸厂，红纹造纸厂呢做这个装卸工，就是讲农村里的用的那个麦蚱咯、稻茬啦，就是讲要挑到厂里个这个一个链来，拿这个麦蚱呢一捆好之后，就是讲一个连起来，就是红纹造纸厂是当时是这个一个
上海市里向算蛮大的造纸厂，是辣港口地区的，反正。那么搿能介呢，也做了几年。搿种工作呢，反正这个农业里嘛做过，这个邮政局里向嘛也做过，外出工嘛也做过。那么后头来呢，又回到农村。回到农村之后呢，后头来呢，就是讲做了几年呢，当时生产队有名额可以做出去，那么后头来我搿里向出去就到上海县农机研究所。农机研究所呢，就是讲你专门就当时搿辰光毛主席讲过一句话，拿这个农村要农业结合。那么这个一个学到之后呢，有时候就到这个农机局研究所。那么你另外呢，就是讲有的机关牌子，单位呢是机关牌子，对内呢是一套班子。那么搿里向呢，讲当时是培养这个农村里向啊拖拉机手，就小拖拉机手，那种大拖拉机，这个培养拖拉机手，那么还培养这个农村里向个就是讲机械个维修了啥，搿了就是搿能嘛，就是一直是辣农机局，就是农机局研究所，后来嘛农机和办公室，这个那么还有农机这个教室了啥，就这个几块牌子，就是，那么对内是就是一套班子，对外呢是几块牌子，葛么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就是基本上一直是辣新庄这个地区，就是所以辣50年代就是到七八庄读书辰光。等于离开新庄，离开新庄呢，反正等于每个礼拜也回来的。搿基本上就在辣新庄地区出生工作。那么后头来呢，就退休之后呢，反正现在也辣新庄，也蹲辣新庄。那么反正现在就蹲辣新庄呢，就是个年纪大了嘛，反正外头白相相，反正那么到七宝老家了啥了嘛去。兜看看，反正，那么现在这个日脚呢，生活是蛮好的，反正过得也蛮好。那么老有素养，老有素劳，反正现在基本上像还可以。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呢，庄下头呢，你录起来之后呢，就到这个我有辰光你到新庄公园，那么有辰光你到这个你。我自家小区个这个附近这个绿化地带里向去跑步，这个散步，那么在这个健身操了啥个活动，做伊，做好之嘛，反正回家来嘛，反正吃早饭，吃好早饭之嘛，买菜啊，那么有啥事体嘛，在外头跑啊，做啊，反正，那么。有辰光觉得高兴呢，你几个年纪差不多人呢，就到外头白相相，弄到南面咯、奉贤咯、金山咯，北面呢是到茅山咯、嘉定咯、安定咯，你才出去白相过啊，反正。七八中啊，读书辰光呢，你当时学堂里向呢有的，一个是走读生，一个是全读生。走读生呢，伊拉呢是讲每日天。跑到学堂里向来上课，上好课呢夜头回去。那么你住宿生呢就住了就是上课上好之后住了宿舍里向，住了宿舍里向呢就是讲有的早自修咯、夜自修咯，反正那么大概一只寝室里只会靠着个同学，反正大家困嘛困是枕头上头下头，反正那么同学呢。大家呢相处也蛮好的，这个宿舍里向呢，反正搞清洁了、卫生工作了啥嘛，反正大家也轮流的，反正想想这个学生子的这个日脚呢是，反正是比较开心的。我这个到你是最早辰光呢是七八中学呢是，搿个里向呢有一棵叫龙扎树。龙扎树，伊迭个一棵树个形状呢，像
龙的爪齿一样的，就是脚爪一样的，都能分开的。据说讲呢，搿科学呢也是当时是七宝中学的，是七个宝贝里向一个宝贝，反正。据说讲呢是三国辰光是这个啥人张飞啥人的一只马路啥了，迭个地方侪是读过的，反正迭个是老的迭个呢传说有搿能介反正。那么七宝人现在有一句古闲话叫啥？百年看迭个浦江了，千年看七宝，反正有搿能一句传说闲话，反正。工作当中影响最深呢，原来你是农技局研究所闲话呢，每个农忙季节你侪要学去做生活个。那么做啥生活呢？就是帮助农村里向就是搞农业机械化了啥呢？就是讲迭个采样辰光呢，你开始采样机、培养机学去，一头帮助农村里向到培养咯、采样咯，再这就是种样了啥。那么到迭个捉到个季节呢，就是讲开始这个收割机，就离合收割机。离合收割机呢，当时有的小型的、的大型的。小型啥呢？当时从日本进口了几台小型离合收割机。大型呢，就是后头来是自家国产的这个收割机，反正帮助农村里向劳动，反正。那么就吃住。在辣农村里向，反正搿个日脚呢是比较苦恼呢，也蛮苦恼个。但是讲种个，反正当时种个侪要帮助农业机械化嘛。反正搿么年作为县里向个主要农机化单位嘛，总归要帮助去搞事业咯。结婚个辰光，阿拉结婚个辰光，3年之内，这辰光是最苦恼个辰光。有3年之内，再是搿辰光是，侬要像勿像现在吃一顿白饭啥没个，是弄眼迭个吃眼咸酸饭咯啥，胡萝卜咯，迭个白菜咯，吃眼咸酸饭已经是蛮好了。反正搿辰光3年之内，再种个是物事紧张，反正搿拉也结婚辰光本身也简单来些个，没啥迭个勿像现在能介迭个排场啥多。那么就是讲最就是农村里讲些额高头个事体，就是讲俺老婆迭个嫁过来辰光，当时成了就是有一定来部小轿子的，就是讲总算是也是按现在讲起来是也是蛮过个，反正。迭个也算迭个。那么因为后头来呢，就是搿个来部桥了，在大个花桥里向，侪没了。那后头来呢，在文化大革命上破四旧了啥了，搿个事体侪没了。那么侬现在排场有问题，现在排场是汽车了啥了，反正迭个排场车多了，反正总个是搿辰光年代侪比较艰苦个，反正。你小时候吃些什么东西？小个辰光是苦恼辰光是吃个侪是，现在讲起来是迭个麻豆饭咯，迭个白粥汤了啥。那现在讲起来是搿辰光是有的山芋饭咯，迭个麦片粥咯，就是搿眼物事有的吃是已经算蛮好了。虽然讲农村里向嘛，就是讲搿侬么山芋迭个山芋了啥，山芋粥了啥，侪少来吃个。那么菜粥菜饭，现在条件好了，侪要迭个了。那搿辰光是侬有的弄眼肉丝肉片吃是已经也算蛮好了。总个生活比较艰苦点，反正。俺小辰光白相辰光嘛，就是现在讲起来是迭个弄堂里向弄堂游戏啥，就是滚铁轨。滚铁轨就是一个铁个开始，做成功一只圆圈，迭个，那么用一根钩子。扎钩子扎住，那么就是迭个，俺当时是上海嘛马路里了，弄堂里了，反正你们新庄老家里嘛就是讲家个旁边头，那么有的场地里向，大家滚白相，反正。还有什么吗？其他是好像迭个女小人嘛喏，踢毽子咯，那么跳迭个跳绳咯，反正踢毽子太多。那么男小人嘛就是
白相各种物事，那么这个弄弄这个拍啤酒咯啥咯。小辰光呢，我是辣这个新庄老南街，老南街呢讲起来搿辰光是这个你具体屋里向你是小农家，那么老早呢比较苦眼，日本人读书队拿你老个这个老祖宗传下来房子呢，就读书队呢就是讲日本人读书队拿你房子落来全部坍脱，那么包括我两个大阿奶啥了，就讲读书队了争拿这个原来外拉个特别号头个这个防空洞啥就争来坍脱，搿了你像老祖宗里向有几个人就是本来日本人就是讲就是杀了个，那么后头来你爷老娘了啥呢？就是这个拿读书队推下来个瓦咯砖头咯压起来之后呢，那么另外在农村里讲有组会这个形式，就是大家几家人家相帮合起来组个会，就是讲这个钞票呢就侪本农，那么就是讲造了2间5路头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呢就是讲是外头落大院，里向落小院，外头落雪呢，里向也有雪花飘进来个，搿了就是讲房子呢是蛮苦个。那么后头来呢，就是讲逐步工作之后呢，就是讲后头来呢，房子呢再翻造呢就是造了2上2下了，另外再造了个2个灶头间了啥。那么这个是我比楼房，就是因为现在讲起来是等于砖木结构个这个房子啊，这个呢条件比较好一眼了。那么你这个房子旁边呢有一条湖畔，就是东面就是东家里一条湖畔，就是另外就是后头来这个搞农业水利花了啥了之后呢，一条湖畔是蛮大个。那么从你门头一直走过个。那么再后头来呢，就是辣94年左右的辰光呢，就当时新庄镇老家要改造，就是包括你这个老内家、小东家这个房子改造之后呢，就是讲政府就是改造呢，就是改造现在个就是讲像6层楼个等于水泥结构个这个，当时讲起来也算绑地震个这个房子结构。那么就是讲房子呢又重新翻造，那么就是讲政府后头来呢动迁之后嘛，你现在等个房子呢，等于是政府个当时就动迁个房子，那么自家呢再适当出示眼钞票，那么假如现在呢这个房子呢就是讲现在等于又卖了一次价，那么现在呢相对讲条件好一眼了。那么我呢有2个儿子，那么离我自家呢就是讲一家人家一套就是才215个。现在呢反正是条件好了，外头落雨落雪侪不破坏子，反正以前呢就落雨辰光屋里向楼呢就是用面粉啊碗啊侪要积水个，反正。那么现在条件侪好了，那么工作呢反正大家基本上侪有安定了，反正那个日脚呢就过来是比较开心了，反正。屋里向嘛，我屋里向嘛是2个儿子呢就是讲这个2个儿子呢现在侪结婚好了，反正。那么儿子呢2个儿子呢养了2个囡，那么2个囡呢现在是按我讲起来是孙囡呢现在反正伊拉自家嘛用功，后头来侪考取了大学。大孙囡呢是上师大文科毕业个，反正。那么现在呢辣这个7、8、10年小里向做体育老师，反正。那么小孙囡呢是考了这个同济个护理专业，那么等于是读护士一样，反正。那么现在工作呢也侪可以，反正。现在呢反正伊拉小孙女了啥呢也基本上侪结婚了，了，搿老是蛮好。那么
反正今朝是吃搭八搭，反正讲上去，反正这个，谢谢大家。